快。我们看一下，最先抢到羊能发起进攻的是哪一方？吉尔吉斯斯坦的6号选手和中国塔县代表队的3号。可以看出来，争抢的十分激烈。那么现在是7号乌布西阿卜杜利达，还有6号上去支援。非常激烈啊！这2个队伍的打法也是特征很明显，对抗很激烈的。现在是8号阿热克尼，哎，争抢的非常厉害啊！可以看到这场比赛的双方争抢的都非常激烈。那开场已经有过去几分钟都没有得分，也没有有效的去进攻。真是你争我夺。好，漂亮！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8号乌穆尔别克叶山率先得分，非常漂亮的一个抢断进攻。乌穆尔别克叶山率先打开了这场比赛的局面，暂时由我们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领先1分。可以看到前面2场的比赛，乌穆尔别克叶山呢作为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主攻手，他和7号达斯坦鲁斯兰啊，他们之间的配合都非常默契，表现很抢眼。好，现在是由中国塔县代表队发起进攻，5号选手帕里瓦巴伊。好，仍然是由这个中国塔县代表队发起进攻。5号选手帕里瓦巴伊现在在准备组织进攻，他胯下的这匹青马速度非常快啊！很灵活的闪开了2名防守队员，非常精彩。3名，好，快速的冲向了对方的阵地。一路的围追堵截，他把羊扔到了地上，但是被吉尔吉斯斯坦的达斯坦鲁斯兰捡到了羊，传给了乌穆尔别克叶山。现在乌穆尔别克叶山和达斯坦鲁斯兰在打配合，互相传羊。好，准备发起进攻了。
已经到了边线附近，要注意了。哎，一个漂亮的抢断，中国塔线代表队的马如普埃尔根非常快的冲向了篮筐，看能不能投篮。马如普埃尔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表现很抢眼，屡屡得分。双方的4名队员争抢得非常激烈哦。是自己的队友之间互相争夺了一把。现在是库巴尼西苏勒坦拿到杨，闪过了一名防守队员，交给了7号达斯坦鲁斯兰，快速的发起了冲锋，又传给了乌梅尔别克叶山。现在刚刚这个塔线代表队防守出现了一些小空档。好，达斯坦鲁斯兰呢接过了乌梅尔别克的杨，在组织重新进攻。裁判吹哨，有犯规动作。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现在是由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乌梅尔别克叶山8号选手组织进攻，捡起了杨。准备投篮了，哎，看防守，反手漂亮，非常漂亮的一个投篮，反手投进去了。8号选手乌梅尔别克叶山。现在比分来到了0比2，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乌梅尔别克叶山刚才又为自己的队伍拿下了1分。现在是由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塔县代表队发起进攻，3号选手伊丽江扎热普县拿起了杨。好，开始冲刺，快马加鞭，闪过了2名防守队员，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去投篮呢？可以看出来，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防守非常迅速。好，杨被拽住了，被吉尔吉斯斯坦的5号选手努尔江抢断了以后，交给了7号，又传给了乌梅尔别克叶山。乌梅尔别克叶山开始发起了冲刺，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他面对着2个对手的防御啊，他没有机会，把杨丢到了地上。2号捡起来了，但是尝试了一下，仍然是被防守的很死。6号阿斯哈尔，好，把杨传给了5号努尔江，看看5号有没有机会呢？这时候，这个中国塔县代表队的防守很及时啊，
双方又陷入了这个非常激烈的拼抢当中，看看7号能不能抢走。都在奋力拼抢。好，漂亮！塔县代表队的7号伍不西抢断了，现在靠近边线，不小心就要出界了。哎，吉尔吉斯斯坦的7号抢到了羊以后，顺势丢给了2号，看看有没有队友接应呢？漂亮的一个投篮，但是力气用的有点大，羊从篮筐上面飞过去了。好，现在是6号阿斯哈提把羊扔到了地上。刚才的比赛可以看出来，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队友之间配合的相对来说更默契一些，因为在拼抢的过程中，其实2支队伍是势均力敌的，但是在进攻的时候，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的这个配合明显要比前几场要表现得更默契。这种画面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的就频率比较高，是因为双方在拼抢的时候都非常拼，非常激烈，而且势均力敌这个互不相让。现在可以通过比赛可以看出来，其实拼抢的过程中大家实力相当，但是呢，主要的差异在于抢到羊以后组织有效的进攻，进攻的这个战术怎么样，对稍纵即逝的这种机会把握的程度如何。好，7号投羊，漂亮，再得1分。在上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已经以3分的优势领先。刚才这1分是由画面里边的7号达斯坦鲁斯兰给自己的队伍获得的。达斯坦鲁斯兰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也是非常优异的表现，拼抢的也很积极。好，现在是塔县代表队的3号李立江拿到了羊。他这个轻马速度也是很快的，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好，把羊传给了他的队友7号伍不西
绕了一个大圈来迂回拉开空间。好，快速的冲向了篮筐，但是身边有3名对手防御，看看杨会不会被抢掉。3号，吉尔吉斯斯坦的3号别克苏里坦发起了冲锋，但是防守队员迅速的补位啊，他把杨放到了地上。现在双方又陷入了焦灼。4号巴伊西。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塔县代表队的2号马如普埃尔肯非常用劲的在拼抢，看看有没有机会抢过来呢？他们马背上的这个脚力十分精彩，画面很有力量感。但是双方在快靠近边线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把杨放到了地上。好，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1号选手。乌穆尔别克叶山，哦，是6号阿斯哈提，趁虚拿到了杨，然后再寻找机会。好，乌穆尔别克叶山，他们之间是非常有默契的，只要看到自己队友到了附近，就会想办法传递到对方手上，给对方制造机会。乌穆尔别克叶山不慌不忙的啊。好，现在开始发起了冲锋。好，冲向了篮筐，只有1名防守队员，有没有机会投篮？漂亮，但是由于被防守队员影响，他没有能投进去。又是一片轰战，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惊喜。继续投篮，好，盖帽，很惊险啊。3号塔县代表队的3号伊利江，他们3个人发起了进攻，旁边有掩护的1号，还有7号选手都在给他打掩护，看看有没有机会投篮，漂亮啊！这一次他们配合打得很好。3号伊利江扎热普县给自己的队伍扳回1分。那么现在比分是3比1，暂时由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领先。好，接下来由吉尔吉斯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7号达斯坦鲁斯兰，可以看到达斯坦鲁斯兰的个人突破能力非常强。哎，出现了一个失误，传给3号的时候，3号没有来得及去接杨。8号乌穆尔别克。但是没能把杨捡起来。好，我们看一看，现在是塔县代表队的6号拿杨扔到了地上。哎，裁判吹哨，